姐姐叫咩名啊？我名叫阿華啲先生，幾多歲？我今年23歲。幾高幾重啊？幾多 cm？幾多 kg？咁我孫係成年人嚟嘅。我華之先生。幾高啊？身高、體重？係啦，冇問題，佢哋冇呢方面嘅要求。我嘅身高係171同埋先生。體重咧幾重啊？唔好用得咁盡，係啦，有更大嘅體重。我嘅體重59公斤。OK，結咗婚嘅，結咗婚。我結咗婚。OK，印尼4年照顧 BB 同小朋友。呢個都好。先生。係啊，OK，佢有個使唔使戴眼鏡啊？有張床，有張床，使唔使食藥？使唔使食藥？揾俾佢劑有嘢。使唔使睇醫生啊要求瞓覺唔可以閂門，因為佢有咩事要嗌，佢要聽到。？OK，有冇達到？有冇達到先生。 ？OK，好，OK 啦，makasih。